但是现在咱讲到第12分尔啦吼，我12分，怎样在这个时阵会出现经过？这个事呢，其实大科类似组织，大科就我拄则讲到主体第6件事上，其中7件出来，这种讲法真啊，甚至成就这个最上皮优秀，这种叫做大科。已经把迄个实相讲了。讲到第10分，拢已经把这个讲了，经的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当机者请问行心之法及自心之法。咱知影，伫迄个金刚经的第2分内底当中呢，伊就是要讲这个物件啦吼。因何应处？因何降我其心？因为伊就是这部经典，伊第2分，伊大约就是咧问这2个问题。这部经典就咧问这2个问题。毋过这2个问题应该因拢差不多，因那个解说了啦吼。咱我早头有讲到第13分、第3分，大心正宗咧解说第2段，妙言无数咧解说一段因何应处啦吼。这边大科所讲的类似相心、自心之法，那第2大科就是讲到推广前面所讲的经一部详细的行心之自心之法，拢讲到第10分拢讲了。所以这来讲啊，第10分讲到这个得其无事，甲念头无事，这种拢讲到相互其心。得其无事就如来实在人定有所。有法有所得吼，不良世尊。如来在人定有所，有法是无所得，是无所得。念土无事，就叫做这个得其无事。所得为温和，菩萨庄严为土吼，不良世尊。何以讲庄严不这个庄严是名庄严？这是咱互我标出来，互咱看者啦吼。是我所得，诸菩萨摩萨。应如是生清心，不应自色生心，不应自声香味触生心，应如所住自性其心。已经到这个所在。得其无事，念头无事，因为伊得到人定无所，而人定无所得到这个释迦牟尼叫做得其无事。意思讲我得到这个释迦牟尼分，我嘛袂使自着色。但是，我有一个庄严的佛土，佛土俗，实有无能俗，俗无能好，好无能庄严。我嘛袂使讲有起心动念这物件吼。所以，这就是继续咧，这已经拢讲了，有只心，但是不必继续再讲落去。但是咱下面的道理就是咧讲安怎，所以类似多处，意思就是讲，经义大部分拢讲了。叫做周备具足了，但只在此推广。既然周备具足，周就是完整，备就是讲完整之备拢附足啊。除了因处就可以啊。经地这个名啦，所以明白这个经，这是咱互做一些说明啦吼。我们得依着经义。奉行受持，但是爱怎样去奉行受持呢？对着这个修行的法门，到底爱怎样下手呢？所以就针对着这2个问题，向世尊来请示，世尊就依着所提出这2个问题，一一解说。安尼就对啦。因为这2个问题，就是这2个问题，这2个问题解释落去。第一就是要讲经义、经典；第2就是免啊放弃。当然咱后处直接就针对这2个问题来讲。因为头前这是做一个全有的解释，是安怎会当问到对这个金刚经的经义来？是得到经义有啥物好处？我是啥物通放弃？受持着这个经典2点，无因为讲到迄个实理已经含无其心甲安住之心，迄种讲了，解释了，安尼对啦，所以叫做再推广。
到第3步再推广一些能力哈。时间有9点半吼，明仔载拜五后礼拜六可能较冷啦吼，若要排去迄个咱迄个太阳寺庙，穿较少咧啦吼，就叫你出门。最后希望可以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大众请起。感谢付前人慈悲前导一公，坤道一公，毕班向无极老母先3鞠躬礼前导一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付前人慈悲鞠躬，坤道一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付前人慈悲鞠躬，持驾向无极老母先3鞠躬礼前导一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奉驾付前人鞠躬，坤道，持驾点完师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奉驾付前人鞠躬，持驾点完师鞠躬。感恩。感恩啊！感恩不必啊。